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祷告，甚至为别人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如何来明白生命的功课？也愿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以下时间，也带领每一个来到神你面前的同工以及弟兄姐妹，不管是在现场或者是在观看直播的，我们都恳求神帮助我们，一起透过操练祷告，让我们更警醒在神你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在神的面前朝的赐福。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好，大家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圣经撒母耳记下第7章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个大卫的生平那我们之前我们谈过这个亚伯拉罕，然后甚至摩西，那我们都晓得这个阶段都是属于在前半段还没有以色列百姓，上帝还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节，那甚至进入大卫王朝时期这东西属于这个士师时代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整个这个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年代实际上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包含留存下来的每一个人，在认识上帝与上帝的关系已经慢慢走向士师时期，甚至包含还有先知，就是说人要如何从更直接的跟神的关系。我们上一次我们聊到以色列百姓，上帝他不愿意再跟他们同行，那跟他们同行一起，当然人当然就会想说上帝如果没有跟我们同行，那是不是上帝就没有跟我们同在？那实际上我们用比较简单一点的想法是说，上帝他变成好像是一个旁观者在看，但是实质上上帝是不是如此我觉得上帝都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大卫他是如何成为一个懂得祷告的人，那也是我们许多基督徒我们要了解大卫的诗篇，它可以让我们很多基督徒去看到整个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大卫他怎么样透过祷告，他的诗篇里面也是基督徒在祷告里面很好的学习的模范那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除了这个撒母耳记下第7章里面谈到这一段大卫的祈祷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从历代志上历代志相关的17章，这东西能像一样的记载都同样在记载，也是历史书当中在记载上帝的祷告，非常美的一段词语那我们必须要一起来了解。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1到29节我们先一起来看1到17节1到17节，你们的圣经标题写什么？标题像下面。你讲立定要为耶和华建圣殿嘛？立意嘛立意我这是写上帝对代笔的应允应允到底应允是啥咱来看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那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上帝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第8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好，这段话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一开始，一开始大卫他向拿单表明了什么？他想要建圣殿的心愿。但是拿单呢，他向大卫传递了上帝的话，从第4节到第7节。好，那大卫从第8节到第17节，也就是耶和华开始对大卫来说，这个说明法则，讲啊真长，上帝讲的话讲得真长哦，甚至对一个大卫从他的家庭，甚至从他一开始起初说，我并没有要让你建圣殿哦，他怎么讲？我觉得上帝他的讲很有意思哦，那也表明了他的很多的心意哈。那我们一节一节一起来看哈。我们一开始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大卫这个一开始这个王住在自己的殿中，这个王是什么王？是大卫还是上帝？对，大卫，代表伊坐伫伊的王宫的内底，伊看看，伊感觉讲，这耶和华上帝让他这么的安静我们圣经旁边都会有写一个静这个静是写什么？恁的这边这安静的静是写什么？我倒是无啦，但是我咧读过的时候，学本的是有敢有做细字是较安静的静是共款对吧？不是对吧？讲什么？对，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它有注解吧？我们的本圣经有注解吧？根本不像你OK， 好，所以呢，耶和华使大卫好像安稳坐在这个殿中，实际上是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战争啊。我们其实要了解第8章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其实就有探讨到，其实我们今天所看的大卫的感恩的祷告，有很多神学家他们在查考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把这个事件是定义在第8章之后了，就是说第8章所发生的事情之后，也就是征服了非利士人还有亚兰。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整个的大卫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的安稳，是因为他已经靠着上帝经过了这些事情。好，那我们知道大卫他因为上帝而得享这个平静安息，那么我们也要去思考说，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得享平安跟安息啊？干无？会袂？但是，你讲到一款的安息，敢是？是。对对对。
所以咱会当先来看，到底大笔伊是安怎伊伫这安稳的中间，伊会要甲上帝看做伫伊的殿，上帝需要带一个殿，需要伫迄个内底来建这个圣殿哈。啊，咱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哈，其实这个很重要哈。这个人在体会上帝的带领与保守，甚至让他感受到平静安稳。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啦。不管是你遇到什么样子的困境，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得享安息的、平安的？好，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第12章第10节。12章第10节，这是上帝对摩西，爱摩西这百姓讲的话，一个生活内底哦，这是伊讲的生活内底一个做具体哦。一个很具体要做的事情哦，我觉得还蛮有跟我们今天在看的这个大卫现在的情况是有点类似哦。好，12章《申命记》第12章第10节，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上帝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平安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我感觉这最重要。其实有当时有的教会当有的教会因嘛是徛伫一个所在的时阵有的教会是咧面对讲，伊每一摆若要敬拜上帝迄乐器啦演奏落去厝边隔壁的人就开始抗议啊。这是较具体啦，比较具体的说明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经历过，就像这个过约旦河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住在耶和华上帝的所承受、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感受到上帝所赐予的那种太平的平安呢？我感觉这真要紧啊！嘛是咱教会要做任何工的中间，我们要做任何事工当中，我们需要去体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再回来我们再回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段话，其实光第一节这个为什么这个作者特别提到的这一段话其实也值得我们好好去省思王住在自己的殿中，可是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第2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了什么话？他说：“看啊，你看，拿单，你看我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圣殿的宫中上帝的约柜反而还在这个幔子里面呢人家跟你丢榜丢帐幕来对大卫他一直他受膏做了国王，然后甚至也经历过这个流浪的生活，然后整年在那边打仗啦一直到伊晚年的时阵，竟然会当安尼安静的过程，他开始有一个心愿，他期待能够为上帝建造圣殿。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建造圣殿，把它想象一下。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想象一下，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平静安稳的时候，当我们享受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上帝那大卫他是怎么做？他说：“我要建造圣殿。”当他向上帝起了一个美好的心意的时候，上帝会马上赐福他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实际上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思考？我们为上帝的事工，我们会去思考我们该怎么做？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有一段话我们也了解马太福音里面这个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狐狸有洞啦，飞鸟有窝啦，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实际上在这世上他说伊嘛伫这世间是富足，但是伊却愿意为着咱真最送的。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圣经节的时候，我觉得大卫他起这个心愿，他是期待能够，我觉得是一种很美好的一个期待。那我就在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在整个建堂的过程参与
参与度不够还是怎么样哦？好像我们时常会想说啊，为什么大家好像在事工上好像都没有那种热情呢？好，那么我牧师会鼓励大家，真的，当我们面对了很多的困难、压力、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时常去回想上帝他的恩典，他怎么样带给我们过去的许许多多的恩典。好，所以第三节呢，我们一起来看拿单他对王说什么？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我干嘛拿单哦做喝大哦？他到底讲这句话是祷告来的，还是他自己的话？你们觉得呢？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看过刚刚耶和华所讲的话哦。哦，你干嘛第三在一攻击古告？哎。王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橡木树的宫中，上帝的约柜对，我在幔子里。”对，你点知当中，大家讲这个是伊的心态是啥？伊会感觉讲啊，我安尼才安然会当住伫这好的圣殿的内底嘛。啊，伊会感觉讲，这个约柜是安怎啊？阁是用这个这个帐幕搭的，这幕啊搭的。伊会认为讲，这个约柜应该爱起伫一个圣殿的中间，互伊踮伫迄啊。伊爱互上帝踮伫迄中间啊。因为约柜对因来讲是一个足重要，上帝临在一个记号，对无？好，啊，所以，对。对，所以我头拄有讲着嘛，当咱教会咱要做工，要做福音的工，但是信徒是徛伫感觉讲啊，这互因去做就好，袂感觉讲这上帝工要安怎，上帝临在会当更较互更较侪人祝福更较侪人，因为讲啊，我伫教会，我领受这恩典，咱无法当亲像大笔安尼啦。因为代表人伊看到讲，我徛伫即个安然的所在，我阁会想着讲上帝要安怎互伊出来。但是哦，咱今日看后壁段，上帝心意，他毋是像咱拄仔讲的代表这单纯的迄种心意。但是伫遮咱会咱看到是代表伊用一个较无相款的，我咧讲的是一个态度，就是讲咱若是徛伫看到教会，无论做工的人也好，还是问题也好。其实是信徒爱更加哦，安尼袂使。咱也爱更加爱做伙来参与，哦，做伙来斗相共的这种心志。所以我头拄仔是安怎来讲，代表会起这心愿，这是真水的一种基本。哦，伊必须爱，伊才有法当后壁面，咱看18节后壁面，也就是代表一个足期待，甚至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对上帝的。所以后壁哦，其实伫遮吼，咱会当看到，其实上帝通过大笔下这个心愿的时阵，所以咱爱知影吼，这个大笔这个头前第1到第17节咯，这是全圣经内底，甚至咱咧讲的有真侪神学家咧讲的叫做上大卫之约啦，吼，上帝甲大笔所立定的一个约啊，啊，这是永远的约哦，爱记住，这是一个永远的约哦，咱来看后壁面。后壁面伊安怎挂啦？吼，安怎看？好，啊来，咱先看第3节啦。吼，拿单伊对代表王讲啥？你会使照你的心意去行，因为上帝甲你三甲地地。即句话你感觉有啥物矛盾的所在无？我感觉有时吼，咱含先知拿单有共款的做法，咱会讲共款的话啦。吼，顺其自然啦。你安尼讲吼嘛是会使啦。吼啊。照你的心意去做就好啊！啊，上帝会甲你三甲地地啦。我感觉即句话爱细字哦。拿单伊咧讲的即句话，看后壁面的第4节，吼，看第4节后壁面，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讲的完全是倒头边。爱了解我意思无？第1节甲第2节，即代表伊是要讲伊要起圣殿对吧？互约柜会当大嘛，上帝住伫迄个所在嘛。但是第3节。拿单神帝伊嘛安尼答应，伊讲会使哦，照你的心愿去做就对啦。哦，啊，上帝甲你三甲地地啦。
但是第40咯，足清楚来讲哦，迄暝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讲什么？你去甲我的奴仆大卫讲，耶和华我安怎讲？你敢会通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哦，第40甲第50哦，拢是上帝马上咧甲拿单讲，周记在阻止大卫建圣殿。所以，咱哪个得病灯来看第30，你觉得拿单讲的这些话是可行的吗？所以我想，有真侪是以意气用事，家己所讲的。好啊，所以咱也让对家也让看到讲，其实有真侪时阵，我们讲话好像也跟拿单也类似哦。好啊，顺其自然呐、照着你心里面的感动哈，然后呢，上帝会与你同在。但实质上我觉得从这些话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提醒。其实我们要更多在神的面前去为这个人祷告，然后帮助一个人去真正与神面对面，好，那才是重点。好，第5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第5节、第8节，我们来看第8节好了。第8节哈，我们从第8节到第9节哈，好，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然后讲完这些话万军耶和华所说的我过去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就是讲咧暗示讲大卫啊，你正好咧牧羊啊，你咧牧牛啦，叫你不再跟从这些羊群然后让你做以色列人民的什么君王啊，有没有？这是然后后边第9节，你无论去哪里，我常与你同在，而剪除你一切的敌人，我必使你得大名。这表写讲大卫，上帝陪伴的大卫做美好的征战，战争拢赢了，对不？伊的名了被高举了，所以伫遮是上帝对大卫的应允要互伊得到大名所以我有当时咧看到讲，有真侪基督徒有当时走来甲我讲，牧师啊，迄间教会牧师迄名声我恁大安怎其实要小心，其实要留意。其实上帝会给他的仆人，或者是让他与神亲近的人，一定在他为神所做的功里面，其实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应许。但是那份应许，如果他离开了神，如果他做了得罪神的事，我也相信神也不会祝福他。可是我也曾经看过，在整个经历当中，我发现当他能够愿意在神的恩典，甚至神的话语，甚至不断的去顺服神的心意来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神要给谁得名，我感觉那嘛是上帝的代志。好，所以呢，底下让你让快点从包含后面第10节到第11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上帝要给以色列百姓定居在迦南地，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甚至后面讲到说，凶恶之子啦，不像从前以前那样扰害他们，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再拢讲起上帝应允，要给大卫建立什么？建立家室。上重要是家庭的产业，家庭的产业。好，咱再看第12节12节到第13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上帝应许大卫什么事情？他应许大卫的后裔永远接续这个国位。而且呢，他的后裔，咱怎样代表的后裔？什么人？最后起圣殿，所罗门。好，最后当然是耶稣，在旧约里面是所罗门王。好，对，拆掉。但是重点就是说，对，国也王。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上帝他的应许。其实我们要了解上帝的应许有他非常美好的心意在。所以在后面，在第14节，我们继续看第14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上帝应许大卫的后裔，不仅是要建立父子的关系，并且要建立爱的管教。所以我拢一直感觉讲，信主的人也好，军队主的人也好，上帝拢一直咧互咱伫伊甲伊的建立的关系甲应允的中间。
爱立定心愿。我感觉讲，我们要如何帮助我们的信徒，包含我们自己，去领受上帝重要。15节到16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上帝他应许了，建立了大卫的家与国，直到永远。他对咱刚刚有讲，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不是？是嘛？新约内底嘛有咧讲起，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其实你若甲看起来，规本的圣经到新约，拢是咧讲起上帝甲大卫所立定的这个约是何等的重要。嘛是咧暗示咧甲咱讲，上帝伊的应允、伊的启示，实际上是到伫耶稣，拢是咧承接上帝所讲的话。所以这是真重要。是。嗯。脱胎嘛，那准不好，叫人们玛利亚，叫人玛利亚过头来写出来，安尼开始。所以保罗说，从众生说，就是大卫的后裔；从众生说，从圣善的理说，肉身啊。所以这其实拢讲到这一句，从众生说，肉体啦，肉体。对啊，所以对。所以他都有讲到这个保罗所讲的这句话，无啦，这其实大卫的子孙，其实实际上这是按照伫世间上人家族谱安尼啦，族谱的内底是咧讲的啦。但是实际上这是咧讲着讲，因为人拢爱看现实的物件嘛。比如讲，你是不是真正有这按照这根据啊、历史嘛、历史论嘛？所以我是感觉讲，徛伫信仰的内底，上帝知影人的需要，所以想那要互耶稣是倒这样。是。是。耶稣说，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为了大卫的子孙说，这是我主。是为什么是诗篇110篇第2节所指称的那样？来，你头拄仔讲到迄个问题伫罗马书第1章第3节，关系着你，咱做伙来看罗马书第1章第3节，都有个啦第1章第3节。回答了你的问题了。论。我还在回答你，先看。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有无？按照肉体，伊的意思是讲，耶稣他按照肉体来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但是按照第4节，按照圣灵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啊。意思就是讲，看你讲的迄些大卫啦，就是讲大卫犯什么罪啦，是不是牵涉到耶稣的什么问题，迄就无关系啊啦。从大卫的后裔来讲，是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所写的。对。但是从路加福音的家谱去看，不是从所罗门生的，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生的，不是这个拿单，是另外一个。对。是所罗门生的，不是。你从路加家谱你去看。大卫生拿单不是谁看？大卫是，那是马太福音的家谱，我现在跟路加福音的家谱。我记，咱这个问题咱等下较过来讨论等下咱事后咱较来讨论，咱先将咱今仔日的重点后壁段咱家看好完。这做点我知。庄正成，上次跟你讲的那个，我已经把它删除了。上次讲马太福音家谱，看出来，上次看出来，但是离经叛道了。是。我是
专门在拆圣经的台。是，安内好。这讲了3组，那个真的很烂。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第18节哈，大卫的祷告哈。那于是大卫王他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是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呢？是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上帝。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好，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24节，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上帝。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地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上帝，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给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你看去大卫他的祷告一开始他讲到主耶和华，我是谁呢？我的家是什么呢？意思说他觉得自己的家自己本身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是他在上帝的眼中也是如此的微小。所以我觉得这一篇祷告文实际上很值得我们时常。有3个问题。好，可以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边祷告很好，大卫这边祷告很真是非常之好，很少比这边更好。他现在只是有他这里代祷嘛，可是这边不是代祷，是祷告，对不对？他不是代求。然后你看我们选亚伯拉罕、选摩西、选大卫，我们带入这些基础上想的这些这种美的祷告跟我们有相关吗？使大卫得大名，我们用我的想法是，我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对，我知道。因为我怕我待会我会忘记，我先解决一个一个来。这个问题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实际上我也在想，跟代祷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后来觉得这一篇很重要，是因为一个代祷者，他在本身自己在祷告的生命上面，因为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别人的代祷者，我觉得自己生命是不是可以成为领受应许的人？因为当他要为别人祷告，他那是一个责任非常的重大，因为他必须要能够带领人进到上帝的恩典的面前，然后去感受到神的恩典。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卫的祷告，对每一个要对别人带领大家来祷告的人来说，第一个他对感恩的理解，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从头到尾看完，你会发现，他的祷告怎么可以如此的深入？那他深入到哪里？深入到自己的生命里面，包含自己的家庭。所以我觉得我牧师遇过有很多带领别人祷告的人，他可以讲出非常华丽的祷告文，可是因为我认识他，我也知道他的为人、他的做法，包含他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其实他带我祷告，我一点感受不到感动，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
我从这里大卫他只有遗文，哎，对对对，只有遗文，所以我为什么说，哎，第18节大卫他从他自己的家庭，包含他跟上帝的关系，其实我们要带领人祷告，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是什么状态。好，我大概是用这个角度在看啦。好，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所以我就是说，其实对了，在这里跟牧师这样讲是很好的，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感动，不要说代祷了，对，连自己祷告对都有问题。对，所以今天讨论这很好，这一篇很好啊，真的，因为我们是在应许的基础上去祷告。对。那如果你看像你刚才问的问题，你说那这样拿单是不是随便讲讲？那不是上帝的应许啊，那随口讲讲。对，所以这样就不太好。对，因为上帝的心意其实不是拿单所说的。对，没错。那大卫自己那样想，也只是大卫自己的想法。没错。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上帝太幽默了。对，当你这样想，甚至你有这样心思的时候，哎，上帝把他真正的心思跟意念告诉我们。对。而且我注意到的地方，上帝都从来不直接告诉大卫，我是透过别人。对。所以大卫常常不会说我今天上帝说什么，所以去查。上帝小于大卫，对，查这句话。所以拍姐，我插段，所以我一开始有说，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士师时期的阶段，上帝在对人说话，好像已经不像之前摩西，甚至在更之前亚伯拉罕。他小玉拿单。小玉拿单，但是所以我讲想让记得想让先知嘛，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让大家了解，在看圣经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让大家去理解那个过程。是，但是，是啊，上帝无怪伊，就问对啊。只是应该讲讲，安尼袂使，对。所以大家拢有可能是上帝呼召的先知嘛。我要讲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一切我们选的亚伯拉罕、摩西跟大卫这些人，其实都不是我们该选的、啊，因为那怎么讲呢？这些属灵伟人或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坦白讲，我们对神有多少认识，我们才能够有这么深是有感动的祷告。那坦白讲，今天能够达到这个程度，达不到，不然的话，我们随口而出可以像世界那么有深度的祷告，我们绝对做不到的。多讲，意思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带入亚伯拉罕或是摩西、大卫的祷告，因为亚伯拉罕跟摩西是上帝的朋友。对，耶稣也说我把他当朋友，把他们当朋友，那是他。可是当耶稣的朋友有条件的时候，情感朋友唱歌是不是？对，我是自己知道他要做什么，照他旨意去行，没错，不是朋友呢。好，那所以说，其实今天祷告不管是，其实这段它前面都是赞美，后面的祷告，你的前面没错，也都是赞美。对，那赞美是奠基于你对神有多少认识，对，你才能赞美。所以说你对神不认识，你的祷告是错误的。所以前面大卫自己花这个心思想要做这个，他就是错误的，因为他不认识神。谁跟他讲说，谁跟你说我要住那里？对，所以你根本不晓得住哪里。所以这里其实上帝有上帝的意，还有第二个，我觉得这边一个突出的地方，他说第章第18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但圣经就读讲用坐着祷告，没有，只有3次。其他都是站着向天举手祷告，或者是跪着，或者是趴在地上。这3种是常见的。拍谁？我插断一下，新娘你放轻松陈述哦，因为我怕你演。没关系。讲这个要有张力。不是我怕。这3次第一次这个是大卫是其中一次，第二次是以利亚。对。以利亚坐着求死的时候，那是第二次。另外第3次呢，是摩西出埃及记第17章，该那个战斗，对，手酸，结果只有坐咧，对，坐来话，坐咧手在遐管，才震。所以其实坐着，其实都是很惨的，是不得不做的。就是说，即使坐着祷告。
告是对上帝来讲是比较对不敬的。对其实很少是坐着祷告的，应该是站起来，举目望天举手，或者是趴在地上的，或者是跪着的，这样是比较好。那你告我写的基督对上帝不敬。别的啊，所以祷告，我跟你讲，很多地方真的是需要谈的。你去天主教堂，我因的节日头前拢一个会面，但是即摆我是唔知啦。我嘛要听讲这样的，因为听讲以前神学院，伊迄下骹忙一个贵店，对了，贵店，基本上今晚无，拢无贵啊，所以神学院没落就是没落在这里。对了，啊，就是愈体贴人的心意哈。其实我也要谈一点，就是说，越体贴人的心意哈，实际上并不是好事啊。其实基督徒虽然说有些时候修道精神哈，有些时候一些行为会有的啦。所以今天老师立功第二个问题，你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坐在耶和华面前，到底是什么面前？我想是坐在约柜前面。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这是无从所以我被问了，我的第一，他的姿势是坐着，我就觉得已经很压抑了。第二，他说在耶和华面前，我可以唔跟摩西赶快啦，耶和华面前爱是写约柜。约柜前一章不是说刚赢回来吗？之前怕得要死，他也不敢赢，对吧？乌撒像去崩一个死啊，他也是很害怕，不敢赢回去。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他到底是，你看哦，拿单跟他讲，他这里没有写说他跟拿单说谢谢，或者跟拿单讨论都没有，他直接就写他进去坐着跟上帝说这个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哦，而且这边这么有名，这么有名，对，就成为这么有名的祷告词哦，所以我是觉得，所以这边真的是也是选择很好，只是跟我们主题好像，第一跟代祷比较有关，第二就是我一系列看下来，我说选亚伯拉罕、摩西跟大卫，其实我，咱哪不爱选该隐，不爱选犹大，不爱选。我们去带入圣经角色的时候，我们怎么不去带入那个很坏的呢？所以我想讲的是，我们都选我们愿意的去带入，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选择我们看为好去带入。就像你刚刚讲那一段，你翻到利未去看，其实我心里面想到的不是那个，我想到的是利未记。利未记啊，因为利未记26章第1节开始一直到第13节，他就讲到说，什么时候上帝会让你们在那个地方安然居住？没有人会追赶你们。这是在利未记他就已经讲了。可是更严重的是，从14节以后讲的都是，你只要不遵守命令，你们就会被追赶，甚至你们会7倍的灾祸会到你们身上。你们会很惨，会被被这个地把你们吐出去，你们会有各种灾祸临到。所以我艺术讲有时候不是不是只选择一边去谈，因为你只选择一边去谈，没有错是没有错的，是有这个，可是也有另外一边而且还有新就业的问题。所以我那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应该有点平衡。因为可以啊，我觉得因为大卫在这里祷告得很好，可是你不要忘记，再过2-3章他马上犯罪了，对，而且跌得很惨。还有，我一直觉得刚刚在解释为他建立家室，我心里面想就是那个家室后来很乱嘛，对了，对啊，乱七八糟。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个后面不是指所罗门王而言，而且我觉得建这个殿是指属灵的殿，也不是所谓的那个第一圣殿所罗门那个殿，因为那个殿第一后来也拆掉了。我其实为什么这样想是因为我常常会去注意这个东西。我其实常常会从字面上去抓住上帝的应许。譬如说，第一个读亚伯拉罕，我就在想，上帝甲亚伯拉罕讲，我必使你成为大国。可是我从这样看，亚伯拉罕到死也没有成为大国。所以这就符合希伯来书11章所讲的。这些人都是到死都没有得到他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因着信，
就信了。所以呢，对，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是他的义。大卫也是因着信上帝就成为他的义。对，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就在这里。对，我们其实得不着所应许。我觉得好，活着的时候这样子好了，因为我非常谢谢新天执事哈，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跟提问啊。那我先分享我的感受是，因为我们在1个小时里面哈，圣经里面当然可以，我们可以用比较反向型的方面去探讨有关代祷的这个功课。但是我在讲的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是用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甚至也比较常去观看过的人物，然后他的生命状态，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代表的人物哦，他只不过是透过可能刚好有那个行动上，我的探讨是这样而已。所以好，那假如，所以我还有第3个问题。哎，好，等一下哦。然后假如今天老师丽娜喜刚刚我们在这一次的讨论这个人物里面，就像刚刚你会有提到有一些建议，甚至还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补充，我觉得这些都是更好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课堂，好，甚至因为我们都有做直播，我觉得可以把它录下来，都是非常好的资源。因为我常常去想代祷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其实我之前我有跟牧师谈过，我说知道，就是你有感动，对，不是你有感动。比如说，你刚你也跟我听到我目睭安尼有这样替我代祷，我听了心里面很感动。我说所以代祷就是因为有感动，所以同心合意，可以去祷告。我们并不是基于某项理论，而是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的爱心，就激发我们去彼此代祷。是。所以如果真的要讨论什么是代祷，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圣经里面找材料。这样方向会比较正确。比如说，我举一段例子来看一下。你看，比如说像《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对。我大概是在使徒行传前面我大概找到，在使徒行传第5章第17节开始，因为很长，所以我快速带过好。他说大祭司他们撒都该人他们就把这个使徒拿住收在外间。但是19节，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把他们领出来。然后他们又跑去店里，又把这个又讲给他听。结果那个祭司长就说：奇怪，不是被我们关起来，为什么要讲给他听？就翻页那个23节这里，他们就觉得这怎么样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好，那27节他们就叫使徒站在公会前面问大祭司说：怎么样？那彼得跟众使徒就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个耶稣怎么样？我们也做见证。好，然后后面有一段加玛列的劝诫这一段。好，来了41节就是要讲的重点。所以当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就是讲，我意思讲因为他们去做的这些事情，甚至让官方都觉得他们是不对的，甚至把他们关起来。而这种事情呢，就得到这个的关心，所以呢，就变成大家就会把这些事情呢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后来呢，等一下
那还有一段我不知道在这里，但是我现在满是找不到，你们自己找。我来讲哦，就是讲后来不是那个雅各就死，雅各就死了嘛，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就死了嘛。然后彼得后来不是被天使引领又回去，那回去以后他们就在那里大声祷告，赞美主，在那里祷告。我一数中吼。祷告，它有一个共同关心的事项，就自然而然的同心去代求一件事情，而是主的旨意。对，因为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要做的事情，在那个旨意，在神的旨意上面去做的代祷，人心里面就会受感动，就会去做。那个东西就是有功效的，就像你今天讲的大卫的那个东西，它是感动人心的，就会有功效。所以应该是找类似这种的事例去谈说，怎么样让大家分享资讯哦，然后去。有感动就去代祷，否则我讲坦白的，如何代祷？就像你说的，我无上帝应许，我怎么替他代祷？觉得他生病，上帝又没叫我说让他好，难道我学拿单说会了？上帝爱你，你一定会好，这样就不对啊。万一上帝是要让他在这个受苦的过程中学功课呢？如果我们用那种方式去学，那我跟你讲，那我惨了。我去年来教会，我的眼睛这样来教会，就我今年会这样。那如果用这种标准来看，我不该来了，我来的更惨了。我现在主管又开刀了，再来工作，马上7月底我就连工作都没有。我是惊你某会安尼想啊。我某一定会安尼想的啊，你个想目仔，外人一定会这样想的。哦，所以你看我又生病又失业，这是我信耶稣的结果嘛。所以我们不可以用成功神学去衡量这个东西。而是要在这里面学这个功课，就是在这里到底主要我学什么？可是有没有可能哈？我从不管是亚伯拉罕或者是摩西，我们其实都有谈到一个，就是人在生活当中的经历。因为其实我们当然知道某一件事情，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为这事情祷告，但是因为人对于祷告，我到底要祷告什么，精力不足了。我所谓大部分人无法祷告，普遍是因为精力不足。就是说，你看抗压性管的人，伊就有法度通，像咱一开始，毛长老他就讲了，牧师，你可不可以不要安排那个祷告的事情？因为人在精力不足的时候，我告诉各位，即使我要邀请大家来一起来为某件事情祷告，他都不愿意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透过讲圣经里面的这些故事，或许可能会像我们同工讲说，maybe 牧师到底这个跟我们祷告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要讲的是，这个是人跟上帝的关系所发生的事情，绝对不能不说了，因为它其实在里头都是很明显的，到底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去了解，在祷告里头，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上帝啊，跟上帝祷告嘛，所以如果人在跟上帝祷告的这个过程，看刚刚大卫的祷告也好，对，之前摩西的祷告对，亚伯兰的祷告也好，甚至耶稣自己的祷告也好，他都是单独对上帝祷告。对，没错。所以耶稣也教人，你要祷告，你进房间去关上门，再祷，你父在暗中干，我知道，必然报答。但是如果照你所讲的，拍手。他说你不要学那法利赛人，假意在会堂门口在道路做那种很长的祷告。当然。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对，这个是不对的。对，反而你硬是常这样，你上帝是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并没有想要这样啊。所以我们必须，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刚刚讲那一段圣经节，虽然这些使徒他们曾经被抓，然后到最后大家一起齐心去敬拜传递福音。我讲那一段就是只有那一段是在谈大家共同去祷告的事情。这样子。对。其他很少，新月很少教导说共祷。虽然他有说你们2、3个人奉我的名，可是事实上他很少去谈什么的。那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差派出去就是2个一组出去，事实上就常常一起为这个祷告，倒也是没有什么。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祷告会的形式让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祷告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怪怪的，我也说不上来到底。我觉得就是经历，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真正的痛苦，生命所遇到的困难跟痛苦。像我本身，我是有掐喝鬼，我面对到底我能不能再恢复健康，就跟老师你现在也是在思考的问题。
我还能够回复到像以前我的生活工作顺遂的时候吗？这个可能是现在我们在面对的，所以我也在想，我要如何来带领我们的同工或者是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也在祷告当中，所以每一个人，你讲今天咱要学带祷的功课，为什么咱不爱操练？我们要去操练啊，要去写，要去想说我要怎么样讲出来。因为说真的，祷告第一步啊，我觉得一定要先敞开了，因为他在神面前不愿意敞开自己。圣经哪里教我们做这种要敞开？对，你打供我，你指给我看。没圣经哪里教导我们做这种所谓祷告的操练？你有信心说服。耶稣讲一句讲，愿伫天灵的爸。信徒若无愿意将这个上帝当作那亲像伊的老爸相款，我讲一个坦白话。跟公开操练祷告有什么关系？无啦，跟公开祷告还无关系。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圣经并找不到一个例子说你要公开祷告。其实公开祷告那是宗派的仪式里面久而久之形成，那是人的一个习俗跟一个团体久而久之形成的惯例，没有好与不好。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其实并不是圣经要求你是要这样子。可是耶稣有讲，我的殿要作为祷告的殿。那什么叫做我的殿？来，对，殿也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我跟你讲，什么叫做我的殿？这个就是重点。其实今天你分配那个祷告，你就说你第一点，说牧师为教会为什么大卫求什么教会？讲奇怪，是建殿不是教会，你把殿跟教会等同，第一个错。第二个，什么是殿？耶稣说这殿拆毁，我3日内建起来。殿指的是什么？是他的身体。对。所以教会是殿，这个指的是一个属灵意义上的殿，这只是教堂，这只是一个空间，这不是殿。讲难听点，这只是贼窝公告白天，每个教会都是，如果他不秉持的一颗真诚的心来的话，讲真诚心，对了，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与诚实拜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你这个山上，而是在哪里？是拜神，要知道是在哪里拜。所以祷告也好，敬拜也好，唱诗歌也好，什么也好，并不是在某个特定的空间，也不是某特定的聚集。那如果我再问一个问题，假如是这样的话，其实对我牧者来讲是很好做。可是我们要想另外一个问题：当神呼召我们出来做他的仆人，我们可以做什么？问题来了。对，我们可以做什么？我跟你讲什么叫神呼召我们做仆人？神都呼召我们了。什么叫神呼召我们做仆人？不是啦，我的意思。什么叫神呼召我们做传道？什么叫呼召我们做牧师？来，请给我举个例子。如果举以赛亚书，我怎么服你？不是，我不是要跟你讲这问题。没有，我想讲的就是，今日所有那些神职人员讲说我是受神呼召的，我其实心里面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包含连唐崇荣都一样，连于洪姐都一样，都是问号。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神所呼召。对，对。不要把那个什么圣公什么职位当。
我头拄咧讲的，就是像这是结论啊，我感觉这是会当做伊的结论啊。啊，但是我今摆咧问的是，讲我就不会有讲啊，就知道忍耐到底就是没有错啦，就这样。我的时就是安那咧，你讲我家己来管啦，我若是经过真个苦难啊，回头看，哎呦，这种状况是稳定的。因为其实新堂老师以我的看法，这是我家己的看法，你嘛不一定要接受。但是以我伫教会内底安尼咧服侍以来，我的体会是认为 ，maybe 可能你也会这样想，是不是上帝在告诉我什么？那我觉得你可以脚步再放慢一点。所以我要真的要很认真思考，很认真去分辨。因为最近读利未记，读一段，有眼睛有毛病。
他说台湾人为什么现在台湾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认识台湾这片土地，他才有办法认知如何体会上帝的爱。那个都多余的。不，那个我上礼拜天跟你去听那个刘炳勋牧师。我听完我就觉得完蛋了，这一代的牧师如果都这样子，我跟你讲。做伙来祈祷，主必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阮，互阮会当伫彼此讨论的中间认捌，阮知影要安怎样伫生活的了中间，甲阮彼此兄弟姊妹的中间来建立和睦三听同心的祈祷。主，阮知，阮伫你面前会当领受上帝你满满的恩典，是因为你的疼痛，也是上帝你的拣选。阮以爱会当诚做你的儿女。阮着爱承接上帝你所爱阮，逐人无同款，所爱面对的挑战、困难，拢恳求上帝你加添智慧互阮。特别阮为着新添执事来献上阮的恳求。伫即时伊嘛伫面对无论甲郑款姐甲伊的家庭侪变化的中间，需要去面对的功课。愿上帝你加添气力，将你安慰的灵，享受教育的气力，享受伫即个家庭。阮嘛恳求上帝你帮助伫因的细囝，也伫生活的中间，常常伫甲伊的爸母拢会当建立一个更较和睦、更较明白上帝你的心意的家庭生活。愿上帝你帮助新添老师伫即段时间，嘛会当有更较侪机会来孝想思想上帝你所予伊的领受甲体会，互伊更加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愿上帝你亲自甲伊开路。帮助伫伊头前的道路，伫信心的道路中间，体会上帝你的疼痛。阮伫你面前也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常常透过彼此的关怀、代祷，甲帮助你的恳求。阮相信上帝你毋若要听，你甲阮讲两三人的组织，阮三甲伫你的面前做祈祷，也做有气力；无祈祷，阮就无气力。求上帝将这款的应允也享受伫阮人的心内。当阮即时也要四散，也愿上帝你继续。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免。